大家好，我係 Henry，又嚟到今次嘅市場熱話。今日咧都有3個焦點咧，想同大家分享翻嘅。當然啦，第一就係咧想同大家分享翻咧一啲 AI 供應鏈嘅相關板塊，仲有冇個上升嘅空間啦，或者一啲炒作嘅契機啦。第二嚟講咧，就係想同大家分享翻呢一啲美國嘅金融股嘅一個業績之後嘅表現。最後嚟講咧，就會同大家分享翻咧呢啲 A 股啊、港股方面咧，近排咧都有啲維穩嘅資金，咁呢個作用咧有幾大咧，都想同大家探討翻嘅。咁啊，先講個 AI 供應鏈啦。近排嚟講，當然又係一啲擔憂，就係究竟咧幾時先至 AI 咧先至可以翻到半啦。咁其中一個咧就係觸發翻個 AI 嗰方面嘅啲供應鏈全體咧就係下跌咧，其中一個觸發點咧就係韓國市場嗰啲個股槓桿嘅一啲資金太過多啦，呢方面嚟講咧，去槓桿嘅情況咧，都令到咧個市場咧，尤其是一啲半導體板塊咧，係出現翻個急跌嘅情況嘅。呢方面嚟講啦，半導體嘅板塊咧，其實咧唔單止咧就要睇個估值啦，有其他唔少嘅指標咧，其實都相當值得咧大家咧留意翻。呢方面嚟講咧，都係一個相對前瞻嘅一個指標咧。睇下咧，究竟咧半導體板塊咧幾時可能見頂啊，或者咧嚟緊咧會唔會有新一輪嘅一個升幅嘅？首先喺個大模型嗰方面啦，大家可以留意翻啲大模型公司嘅一啲訂閱數目啦，一啲企業嘅一啲訂閱嘅一啲比例啦，同埋就係一個模型嘅一啲用戶嘅增長嘅情況啦。咁呢方面嘅數據咧，其實大家可以睇翻啲 OpenWriter 啊，同埋呢個Artificial Analysis 等等嘅一啲網站咧，都有相關嘅數據咧顯示翻嘅。其次嚟講咧，一啲超大雲嘅公司咧，今個禮拜同埋下個禮拜咧，都會陸續咧公佈翻個消息。咁啊，除咗就係關注翻個資本開支嗰方面嘅指引之外咧，其實都可以留意翻咧，佢旗下嘅一啲數據中心究竟嗰個用量比率啦，同埋一啲數據中心嘅一啲使用嘅一啲情況嘅。咁呢方面嚟講咧，都係啲行業嘅報告或者啲行業嘅協會咧，其實相關網站咧都可以留意翻，包括咧就係即係半導體嘅協會啦，就係 SEMI 啦，同埋咧就係半導體嘅分析機構 SEMI Analysis。呢方面嚟講咧，都係其中一啲相關嘅網站咧，大家可以留意翻，因為相對嚟講咧，都會提供到咧比較前瞻啲嘅數據嘅。咁喺個投資部署上面咧，都係繼續咧維持翻一個拱零一個策略嘅，包括就係呢啲半導體嘅板塊咧，都係繼續咧可以揸住啦。呢方面嚟講咧，都係其中一個要配置嘅一個板塊。其次嚟講咧，都可以咧分散到其他板塊，包括就係一啲金融啊、醫療啊、工業啊等等嘅板塊咧，做翻個平衡嘅配置嘅。咁啊，跟住落嚟咧，就係同大家分享翻啲美國嘅一啲金融啦，包括最主要都係啲銀行股，因為見到銀行股咧喺個上週嚟講咧已經公布晒咧個業績嗰方面啦，尤其是見到五大行嗰方面咧，其實都見到咧受惠翻個資本市場嗰方面嘅一個情況啦，尤其是今年嚟講咧一啲 IPO 啊、融資啊。一啲併購啊行動都持續，呢方面嚟講咧，都帶動翻咧五大行咧喺個資本市場嗰方面嘅收入咧，其實按年急升咧係7成嘅。呢方面嚟講咧，大大咧帶動翻佢旗下嘅財報。見到個核心業務嗰方面咧，淨利息嗰方面嘅表現咧，其實都受惠翻咧。整體嚟講咧，美國嗰方面咧，嗰個貸款嗰方面嘅一啲需求咧，都持續翻。呢方面嚟講咧，都見到咧各大行咧，其實都有上調翻咧。今年嚟講咧，淨利息嗰方面嘅收入嘅預測嘅。所以咧，整體嚟講咧，如果喺個拱零嘅策略裏面，除咗配置一啲半導體嘅板塊喺一個配置之外咧，其實咧喺美國嘅金融嘅板塊咧，都可以成為咧而家嚟講咧下半年咧配置倉位其中一個選擇嘅。最後當然啦，講翻個港股嗰方面嘅行情啦，見到今年嚟講，港股都普遍嚟講咧跑輸個大市。近排嚟講咧有翻個反彈啦，咁啊尤其是咧近週嚟講咧，內地嘅一啲維穩資金咧，尤其是中國國新啊等等嘅機構咧，其實咧都有咧增持咧，就係600億咧內地嘅 A 股嘅資產嘅，再加上咧唔少嘅一啲內地嘅險資啦，呢方面嚟講咧，都有一啲增持嘅活動，亦都有表示咧嚟緊咧會部署翻咧一啲資本市場嗰方面嘅一啲資產嘅，所以咧整體嚟講咧個維穩信號咧都相當之大，所以咧帶動翻咧 A 股同埋港股嗰方面嘅行情嘅。
咁啊，整體嚟講咧，港股咧同低位咧已經反彈咗接近咧，大概就係2500點嘅一個水平啦。預期嚟講咧，喺個維穩嘅資金帶動之下咧，其實咧反彈嘅力度咧已經係差唔多。後續嚟講咧，就要睇實翻咧7月尾個政治局個會議咧，會唔會釋放翻一啲相對嚟講咧正面嘅信號嘅？呢方面嚟講咧，港股咧可能短期之內咧都係處一個咧橫行整固嘅一個行情。好，咁我今日咧個市場熱話咧就同大家咧分享到呢一度啦，亦都你申報翻咧會有持有咧上述提及嘅一啲板塊同埋個股嘅，咁就下集再見，拜拜。